细心的替客人挑选合适的花种，再熟练的包装成花束。他是杰森花艺的主理人刘子德，不但有艺术设计专业，还曾经在文化局任职，是龙崎空山记主创团队成员之一。美的事业是我一直追求的梦想，所以当我有一个梦想想开花店的时候，我就努力的找到这个店面，而且这个东桥的地方是一个很需要美的环境来挹注。店面就开在永康东桥，主要以花艺为主，有花艺教学、花艺定制，还有永生花和鲜花，相当多元。从试营运到开幕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就吸引许多顾客上门，订单量暴增。第一次来那个 Jason Flower， 那刚刚进来的时候，就是很像来到森林的花店这样。他用的花材也是我都非常喜欢的，创意也非常够。店内以灰色与黑色勾勒出时尚路线，还打造一张长400公分的花艺工作台，除了展示花艺作品之外，更能提供餐酒会各式活动做使用，让花店空间灵活运用。在花艺上面的这个设计也好，或者是未来的这个经营，我想一定会非常宏图大展。希望说子德可以把他在文化局对于文化、对于美的训练呢，那结合他在园艺上的这个专业，然后来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美。子德啦之前在我们的文化界其实非常有这个活力，然后现在又转业来做这个花艺相信也是会有非常的这个内涵。跨行投入花艺界，许多人都给予刘子德大大的祝福。丰富的艺术行政经验，搭配与生俱来的美感运用，要打造台南轻奢花艺品牌。杰森花艺，生活更美丽。记者郑怀谈的报道。